新闻头起先来看马泰安客房山屋1楼，早起找到一位死者，确定是农场员工。下晡要3点呢，是搁找到一个罹难者，身份还未确定，目前死亡人数是16个人，另外有6个人失联，包括一个是退休的教授，伫咧福州街迄卡岛去互大水抢走。吴兴直升机飞到国福乡到福州街顶悬，为空中协助找找失联民众，包含一名姓高的退休教授。放山河一流重灾区，福州街周围还佫继续窜流泥水。嘉义市特殊队成员想要接近失联民众家园，爱手搭伫肩胛头斗阵撩水，才能抵抗强烈水流。这2户人家应该是已经有撤离的动作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撤回。加上空头失联的姓高的退休教授，厝煞伫个大水另外一边，要调回去难度真悬。没入，有1个人。就是没办法进去，对，没办法。我们目前还努力尝试要接近，对。不过现在目前还是水流太湍急，还是没办法接近。下晡4点上新统计，放山河一流失联减做6人，因为增加1人死亡。早起10点外，伫公河谷卡水尾寿丰美山大桥附近，有民众伫溪边发现这个农场员工，警消紧迫出动，但伫殡仪馆的家属看到冰冷的亲人是真伤心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他都没有怨言。目前中央应变中心统计，放山河一流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，也包括找到罹难者。在2点50分左右，那我们现在又发现一个罹难者，不过还在挖掘中哈。中乡地方一次派出超过300个人力，数十个替代役，也有5只搜救犬，9台无人机配合重机过来全力找找失联民众的下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